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肺炎疫情，未来这2-3礼拜将是防疫的关键时期。加上欧美国家疫情大爆发，未少国人甲留学生拢回国，造成居家检疫真大的考验。目前台南市居家检疫的人次已经超过4000人，加上市府防疫的政策宣导无够，造成第一线的人员对袂着政策。所以，就未少议员建议，希望政府加强反向的沟通，和政策正确推动。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央甲地方拢小连续推出未少的防疫政策。不过，伫个政策还未落实到基层的防疫人员进前，市府就率先宣布，造成第一线人员无法度完全掌握。对此，议员陈义珍、周丽珍加蔡宏全。上午就邀集市府相关的局处共同召开记者会，针对防疫专线的设立、加防疫关怀包的内容提出检讨。这些居家检疫人员，其实他们透过他们如果想要询问相关的资讯，第一手他一定是拨打这个防疫专线，或者是去问这个第一线每天都会接触的应该是人员哈。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状况是很多的政策市政府已经公布了，但是我们第一线的人员，不管是防疫专线或者是公所，其实都还不知道哈。所以我们是呼吁说，市政府有任何的资讯要公布之前哈，其实第一线的人员。不管是防疫专线或者是公所，一定要都非常的清楚，这样子才不会让这些民众去问的时候一问三不知，造成很多的民怨哈。到底防疫包里面该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完全像什么消毒水啊、口罩等等这些防疫用品，我们一定要齐全，不然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别人。咱知影讲，咱市府一个1999啦吼，但是因为市府迄边的伊是全面的，全面的服务拢爱做着。过来咱1922吼，伊迄个专线是伫咧中央，无法度讲直接到咱市府咱市府团队这边就会当甲大家服务的就是都还要再过一手。那这个我们专线2880、180，就是直接专人。很清楚的为您服务。除了防疫包内面无准备催案，另外市府伫日前推出的防疫药工奖励区里的旅游经费，嘛有议员持无同的意见。目前的话，我们还是用最高的标准，尽量不要让它有群聚，就是尽量不群聚。尽量不群聚。所以这个案子，当然任何一个案子，我们都持正面的看法哈，但是唯独这个补助社区观摩，我们会认为暂缓会比较好。对此，市府民政局嘛回应，当初设立是要奖励防疫有功，原本是好意，不过爱等到疫情较好的时才来执行。目前开放区里提出来申请，执行的年度是到今年底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客家扶轮社每当拢会捐赠学校清洁用品，今年因为肺炎疫情特别扩大办理，捐赠5400袋湿文，予客家区的各级学校，希望培养囡仔定洗手的好习惯，予家己的健康加一份保障。内外夹攻大力丸，遵照考决，一步一步来洗手。尤其现在是防疫时期，更加需要好好洗手来防范病毒。为了学生的健康设想，客家扶轮社就特别捐赠5400袋药皂给当地的学校，希望借此让小朋友会当养成用湿文洗手的好习惯。清洁手部也减少了这个疾病这个从自身传染给自身的机会。那我想说，借着这个部分，大家一起携手协力来保持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健康跟卫生，也保障了他人的健康跟卫生，更减少了疾病传染的机会。希望大家这个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疫情。那也感谢我们学甲扶轮社的社区服务，他们事实上不是1年做，不是2年做，是年年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持之以恒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见证扶轮社的这个宗旨，这落实到学甲扶轮的这个活动。客家扶轮社长期以来拢有咧捐赠药皂，
不过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特别扩大赠送的范围，为幼儿园到国中拢会当受惠。总共帮助了22间学校，嘛希望透过这个公开捐赠仪式，会当吸引更多人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我们学甲扶轮社每年都会捐赠药皂，那今年刚好遇到疫情，所以我们今年原本都是国小北门区、将军区还有学甲区这些国小而已。那我们今年扩大到国中跟幼稚园，所以今年我们就国中、国小还有幼稚园，我们来捐赠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有药皂来做使用。台湾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所在，面对疫情的扰乱，社会上有不少人拢愿意站出来帮忙，不管是捐赠物资，也或是投入第一线的协助，因的共同愿望拢是希望这波的疫情会当早日结束。学甲扶轮社赞不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让口暗会当延长使用，口暗套就是一种好选择。安平区公所特别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咸西，提出咸西口暗套，并且伫包装内面附上汉风的香包，希望会当安定民众的心灵。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在扩大，这也让喙炎的需求大量来增加，所以甲喙炎相关的物资也备受民众关心。其中口罩套因为会使增加喙炎的使用期限，所以也让侪民众大量来使用。对此，安平区公所也特别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咸西，推出咸西口罩套，将要作为区公所活动的小礼物提供给民众。现在要送人家礼物我相信是口罩是大家最喜欢的。但是我们区公所不可以做口罩，我们做了口罩套，把我们口罩放在里面。那这个呢，我们有很撩妹的一个字语在这里，请大家注意看。最理想的距离就是你在我心里，或者是我在你心里都可以。其实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距离，然后我们多多洗手，然后拱手不握手，对。然后呢，这个一样也有我们健视的元素在里面。那最重要的、最特别的是，我们就加入了这一个我们的防疫汉方那大家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这个会跟着我们如果有出去做防疫宣导的时候，会当成我们的宣导品来送给大家。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 FB。同时，伫包装当中也阁有一个重要的香袋仔，希望透过香袋仔的放开，会使放松民众的心。区长也提醒民众，口罩套并无医疗的效果，而且需要常常来清洗，才会使正确来防疫。台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安平区渔港岛因为占地宽阔，长期拢有不少流浪狗聚集，而且不时传出有狗仔追人的事件，甚至攻击驾驶家禽家畜。对此，有议员林美燕甲罗坤浩上午邀请动保处长前往会勘，希望甲林务局协调宽地领养，避免流浪狗搁再伤人驾驶动物。位伫个渔港岛，即户饲羊仔的邻家，伫个羊条骹会用个清楚看到流浪狗挖的坑，野狗就是对即个坑钻入去，进前驾驶鸡仔。现在佫传出了羊仔被夹伤，伫羊仔胸腔嘛清楚看到伤痕。经过当地里长甲议员反映，上午议员林美燕甲罗坤浩就会同市府动保处前往会勘，希望提出改善的办法。因为毛小孩流浪狗去攻击一些就是路人也好，行人也好，包括现在在宜关岛，我们看到它攻击到就是一些动物啦，所以我们蛮担忧的。我们如何大家能够在共同的生存之下，我们要求动保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不止在宜关岛，包括在体育场，包括在我们的昆山那边等等好多的地方都就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流浪狗攻击到一些人啦哈，所以我们希望说，那个动保处赶快去规划一个园区，让我们那些毛小孩安置，那爱心妈妈能够去养那些毛小孩，那我们所有的人大家是进出啦、运动啦各方面呢，不是就比较安全了吗？咱渔港岛的这野狗愈来愈多，而且佫咬死着咱的羊仔。互阮做里长的、做议员的非常担心，所以阮今仔日开这个记者会，希望咱动保处赶紧来做一个处理。阮有建议讲把林务局的这一部分的地因为咱渔港岛有100几公顷，提供1公顷或2公顷，无人行到的所在，尽量无人行到的所在，把它围圈起来，让这些毛小孩能够在那里
那个生活。对此，动保处长吴明斌表示，野狗的聚集主要可能有爱狗人士无定时的饲养，不过饲养以后不但会造成环境污染。目前动保处除了成立攻击性带头的野狗，另外嘛将加林务局来协调，希望会用个拨地宽容。针对说在渔光岛这一边会有这个公共安全疑虑的问题，比如说追咬人车或咬动物的这个部分，我们会优先捕捉。那我们这几天有强化这个捕捉的这一些工作，那持续在移除这一些有问题的犬只。那另外就是说，在渔光岛其实还有蛮多位爱心人士在做喂养。那就如同刚刚议员跟我们建议的，我们会尽快的邀集属地管理的机关，包括林务局或区公所这一边，大家一起来会勘，是不是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然后来做一个圈养。然后让我们这些爱心人士，他这边养狗可以，但是狗狗全部都在这个圈养区里面，不要让它出来，会妨碍到我们民众的安全。虽然目前对动保人士饲流浪狗并无相关的动保法的处罚，不过饲养过后所留落来粪扫，只要民众检举，嘛会用个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处罚。动保处呼吁爱护毛小孩，咧饲就卖来弃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劳工局委托台南市按摩职业工会办理按摩丙级证照班，帮助视障朋友学到一技之长。每一位报名参加的学员，拢要完成一档1600点钟的专业训练课程，才当顺利毕业。因也希望社会大众给因机会，得到家人支持。台南市猎人职业工会办理的猎人丙级证照班，15位报名参加学员全部完成了一档1600点钟的严格训练。未来在取得国家证照考之后，将会正式投入猎人事业。工会理事长陈春新表示，希望社会大众爱多多支持专业的视障猎人赛。按摩最主要是以中医的经络理论为基础，那训练我们的按摩师，在解剖学啊，在经络学啊都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在实物操作上，能够在我们利用我们的双手，然后在我们人体上的一些软组织啊，或者它的经络路线，然后帮客人做一些舒缓调整，那希望达到说让他身心放松。那我深信这种技术有益身心健康啊。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好的休闲选择。那我们期待说社会大众，假设你觉得我们平常工作非常的繁忙，非常的累，那需要找一个好的按摩师，那我们期待说，是不是社会这些消费大众能够给视障按摩师一个工作的机会？这届报名学员内底有一位半途失明的少年视障者，在参加课程进前，曾经在台湾中油担任客户服务。算是相对稳定的工作，但为了获得一技之长，决定辞职来学技术。离开中油，这个地方是还不错的地方。那进入按摩业到底好或不好，自己会彷徨。那所以很感谢，就是劳工局安排这样的课程，不管是各个助教啊、老师啊，或是其他一些业界的其他的一些老师们。那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是慢慢了解，所以其实按摩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对于人、对于这个社会都是很有帮助的。在结婚典礼这天，现场嘛有举办猎人体验活动，当地里长张国全在体验了学员的手艺后，一直学到功夫真好。因为我经路应该感觉是蛮硬的啦，所以然后刚刚人家真的学员真的抓的也都抓到痛点，蛮舒服的，真的是蛮舒服的，痛爽的。对。现场这15位学员，明仔载将前往台北参加猎人证照考试。市府劳工局嘛有祝所有人拢会当顺利取得证照，开创家己的新人生。
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虽然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真侪消费者无愿意出门，不过为了抢占母亲节的商机，为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特别甲知名的轻具品牌合作，提出上悬3.8%的优惠。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互侪民众拢无愿意到室内的空间，为伫后火车头的百货业者，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光，特别甲知名的轻具品牌合作，推出了采购春日节的活动。现场准备了各种的面罩、皮甲、枕头等，并提出上悬3.8%的优惠。也佫有消费满额，就送5星级饭店制作的兔仔造型的胖一个。丰富的优惠也吸引了侪消费者现场来采买。这次台南大圆百从今天开始到4月6号，我们邀请到了彼得兔1929的寝具来我们6楼活动中心做特卖。彼得兔寝具的话，一直在寝具界享有盛名，因为他们设计好，品质又好。而且是我们台南在地的厂商。那这一次为了这样的特卖活动，我们特别安排了很多的回馈，包括我们有3000就送200，那消费满500还会送我们隔壁香格里拉大饭店特别制作的兔子造型面包。另外消费满2000也会送我们的餐饮的抵用券。那现场还有包括非常多的3.8折起的商品的优惠。那这一次从3月20号到4月6号，那除了我们的商品特卖之外，那在这一次的防疫期间，我们也安排了很多有趣好玩的活动，那包括宝宝的一些趣味赛，那包括一些 DIY 的活动。那在整个假日里面，我们总共安排了8场，那可以让各位乡亲们可以在防疫期间的话，在家里如果无聊，可以到台南大圆百来走一走，看看好的商品，然后参加有趣的活动。那另外在这一次母亲节，我们也即将到临。那我们的美丽购物节也是从今天开始，化妆品我们这次破天荒的提高到最高24%的回馈，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台南乡亲们，可以到台南大圆百来，欢迎你们。同时为了抢占母亲节的档期，业者也特别推出了美丽购物节的优惠活动。除了化妆品推出满3000送300以外，也佫有衫仔买3000送200等侪的优惠。如果想要采买母亲节礼物的民众，嘛会使提前来踅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对抗肺炎，真侪人会使用酒精或者是含有酒精的干洗手。不过，医师在提醒民众，酒精会造成皮肤干涩，佫会刺激，所以也是用水来洗手上介好，而且佫会当抹乳液，避免引起富贵手。另外，基美病医中医部也表示，民众买当使用中药做的杀蚊，比较较袂刺激。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民众除了抢买喙掩以外，酒精甲干洗手等手部清洁的用品也成为热门的商品。但医生也强调，手部的清洁上重要就是洗手的时间甲洗手的步骤。现在大家会用一些酒精这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干洗手。那干洗手的话，它的那个秒数大概差不多20秒到30秒。但是假如说像就是用水洗手的话，用肥皂洗手，那就是40秒到60秒。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第一个就是洗的时间不够长，再第二个就是洗手的步骤没有做得很完整，所以变得说其实病菌还是很容易残留在手上。那一般正确的一个洗手步骤的话，那我们大概教小朋友就是湿搓冲捧擦嘛，所以把手弄湿，然后开始用肥皂搓，然后最后洗完干净之后，然后把那个水，因为大部分是用水龙头，所以你在关水龙头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弄脏手，所以用水把那个水龙头冲干净之后，然后最后就是把手擦干这样。那但是这样的步骤其实还是比较笼统。那像我们医院里面在推动手部卫生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会有7个步骤，叫做内外夹攻大力丸。那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把手上每一个小细节、就是小地方，都能够把它洗得比较干净，这样子。最近也有侪民众常常使用酒精，或者是有酒精成分的干洗手来做手部的清洁，但因为酒精的刺激性甲造成皮肤的干涩，所以互部分的民众出现了手部湿疹的富贵手，或者是接触性的皮肤炎。医生也提醒，如果要洗手，上好是湿洗手并加上乳液，
来做好手部的防护。基本上，因为最近病人都会民众都会常洗手。那常洗手之后，因为手部的包括是比如说清洁剂的接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常碰水啊，都容易让本身富贵手的体质，就是有本身肤质容易有手部湿疹的患者，更容易加重。很多人会为求方便性啊，开始用一些酒精性的干洗手。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干洗手，其实它刺激性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对于本身手部有湿疹的患者来说。那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如果尽量有水就湿洗手，那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再用干洗手来补足。那干洗手液的话，如果说真的已经使用了之后，我们还是会建议，不管是湿洗手或干洗手之后，这些患者都应该要用一些手部的一个护手霜、一些乳液来做一个滋润的一个动作，这样才不会让手部越来越干燥，那手部湿疹的状况也会越来越恶化。基于以下中心中医部的医师也表示，富贵手除了会使使用中药的调理以外，也会使使用中药制作的药皂来改善手部的症状。我们会选择用中药药皂，是因为它就是自己纯手工制造，它比较油品比较单纯，然后中药也是配合我们的不同的湿疹的一些表现来做选择。那一般我们会等这个皂呢，就是它时间比较久，它的碱性比较少，对手的刺激也比较小。那依照不同的级别，像急性期我们比较需要清理它的湿热的话，我们可以选用3黄，像黄芩、黄连、黄柏相关的药去作为药皂来作为辅助，可以清理它的湿热。那像亚急性期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有点修复，然后又可以就是针对它的这个亚急性的这个病灶来做处理的。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清代啊，或者是一些珍珠母粉，可以收敛它的伤口。那到慢性期的时候呢，需要那个伤口它比较会比较增厚，然后有色素沉淀，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就是清热，然后修复，然后让它养血润泽的一些像紫草的方面的手工皂去做配合，会有加强这个病灶修复的一些效果。民间现在也有一种讲法表示，会使伫酒精当中加入乳液来护手，但医师郑百山认为袂使混做伙，上好是一步一步来分开使用，先洗手后来搁擦乳液，才是上有效的手部防护。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1度到27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3月2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